家晚上好，呢度係荷蘭水壩廣場，我係越國獨立黨成員劉飛龍。我喺呢度強烈譴責中共喺7月份用阿卜杜熱希木格尼嘅父親格尼庫達伯地嚟要挾格尼。我呢邊身邊企緊嘅呢位係荷蘭支持維吾爾人基金會嘅主席。中國共產黨係用佢嘅父親喺7月份嚟要挾佢唔好去參加海牙嘅公審習近平嘅個出征，係所以喺9月份佢嘅父親係俾中共喺集中營裏邊殺害咗嘅。我係非常之譴責中國共產黨用呢種殘酷嘅手段嚟威脅維吾爾人同埋海外嘅維吾爾人同埋佢哋嘅抗爭者，呢種手段係非常之揦詐，非常無恥。中國共產黨必須離開新疆，離開東突厥斯坦，呢個地方唔屬於中國共產黨嘅地盤，亦都唔屬於中國嘅地盤，呢個係維吾爾人嘅家園。東突厥斯坦必須恢復獨立，恢復佢哋自己嘅家園，佢哋先可以恢復翻佢哋嘅自由，先有翻佢哋嘅尊嚴，可以講翻佢哋嘅維吾爾語，就好似我哋廣東人一樣。我哋廣東人一樣被中國共產黨剝奪咗講廣東話嘅自由，我哋冇自由，我哋被逼講普通話，我哋冇講廣東話嘅自由，亦都冇講客家話、潮汕話嘅自由。我哋要自由，我哋要有普選，要有自由，要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喺中國呢個極權政府統治下，我哋全部冇自由、冇民主、冇言論自由、冇講我哋母語嘅自由、冇我哋自己教育嘅自由。我哋一定要接受佢哋嘅洗腦教育。我哋冇自己嘅自由，我哋冇自己嘅尊嚴。維吾爾人被逼去強迫勞動，強迫去生產廉價嘅產品，傾銷到海外。我哋喺國外嘅人一定要抵制中國產品，抵制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生產出嚟嘅產品。我哋要支持普世價值，支持人權，支持維吾爾人。我哋要正視中國共產黨正在迫害緊維吾爾人嘅事實，我哋要正視新疆集中營呢個事實，我哋唔會接受佢哋洗地，話冇呢個回事。我哋要企喺普世價值嘅角度去支持維吾爾人，支持東突厥斯坦嘅抗爭，支持佢哋獨立，支持佢哋揾翻佢哋嘅尊嚴自由。我就講咁多，多謝。